人来，有人来啊！来，探表队员，欢迎你来。大家讲，你是什么队？我是后尾提升阿基队。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信芬。大家好，我是石东。大家好，我是婷武。大家好，我是嘉武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哦，我拍子。我跟恁讲哦，今仔日阮洪小姐煮一鼎火锅有够好食的，我食一个够饱的啦。伊饱对唔对？我嘛足饱。啊，毋过火锅虽然好食，是欠一味。欠一味。你安尼讲敢若有咧？我感觉敢若有较淡薄仔正。伤正哦，伤正，洪小姐即摆煮了伤正。伤正，这加加。哦好，加落哦，来，我试看卖汤豆的。啊，来试。有吧有吧。哦，鸡有够好啉的啦。对。啊，毋过敢伤过咸。伤过咸。来，加这，这个放落去了呢，安怎？鸡脆大哥袂爱贵。哇，你真正就有创意的呢。试看卖啊！来，啉落，小朋友要试看卖无？我无啉，我家己啉。哦，足好啉的。有道的呢。哦，敢有其他口味的？咸的。甜的，咸的哦，咸的敢若袂使，还是甜的袂使。的？咸的你有啊？甜的。甜的。我头先拄迄落巧克力都要食，要食一个无？咱个难袂？这是甲我试。也可以我了解。我试，甜的呢？我要难袂啊？也可以我了解。巧克力都咱食甜的火锅啦。也可以我了解。哦，真正无爱试看嘛？有啊我甲你讲，这鼎火锅100分呢，外口绝对买袂到。嘿啦，来了，食饭饱后，就爱食一个甜的，是，来，生炒面咯，生炒面，这生炒面来的拄好是时间，你敢知影？这生炒面咯，佮甲掺落。够有料。甜的，搁加甜的，一定就你要来你兴趣，来，你试看卖啊，来，你兴趣啊？我啉无。你先创啥？是啦，你在创啥啦？我最用心要控几啊，袂通让你用干呢。这内底是加啥？加就这，这么杂不是？有导游在哪？茶，啊，还有哪巧克力豆，仙草。我甲你讲，安尼甲食物件安尼算吼是唔对的，啊，互迄洪小姐安尼这心血白白浪费。有可能小姐会当甲这鼎煮这菜尾汤啊，还是讲甲伊冰起来，毋是甲伊烫好小当这是暗顿。啊，毋过即摆全部拢啊倒掉啊啦，而且你拄则安尼加的物件加什么绿茶啦、豆油啊，有诶无诶加入去，煮过了会产生毒素。小姐若是唔知影，伊食落去了后。若是食歹饱肚，还是讲更较严重的食物中毒啊？要安怎？你讲你要负责哦？歹势啦，我想袂到阮这种行为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。你有看身体在咧烂毛，我甲我用这。小姐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安尼我以后阮袂搁耍这个食物啦，我会好好啊，甲食完啦，歹势啦。探长队，我嘛爱甲恁下一个啦，因为阮这哦歹鬼带头啦。我甲你讲，咱食的物件真正千万袂使土济，也是浪费，知无？知啊，好。啊，今仔日嘛无物件通甲恁交代啊，好啦，恁通好转去啊。我来甲你换新的啊吼，啊你无用做恁啦。毋是啦，阮请恁条条来甲这抓，当然是来摕保障啊。而且你拄则搁差点甲阮小朋友教歹呢。是啊。所以你甲阮回信的以外，搁甲阮互阮摕保障才会用的。好啦，这点我连咪较处理啦，先互恁来摕保障好无？好。准备好了未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。来个。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回合，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嘿嘿，来哦！
准备好未啊？好啊，好啊哟！你即届来到阮这非常了不起的这船仔顶，感觉啥款？欢喜，欢喜哦，欢喜，会紧张无？袂，袂哦。哇啊，你感觉连咪差不多会去弄球，拢会等你几分呢3分， ？3分，敢有遮准？有，啊，遮个你拢有熟啊吼？有，有。安怎摕到大片？一、2、3是5架，通啊摕到1块大片。你若10架拢惊煞，就通啊摕到2块大片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，来，好起啊！哇，金克力啊！3分若是无半分的可以啊。钱袂当互伊徛起你，莫互伊爬起你。来，我浪费时间啊！感谢你啊！洪小姐，3分，进2、3，L 是了有啥物字？蓝豆，蓝豆对，来，好起啦！我要过关啦，要过关啦！洪小姐嘛，我互伊欢喜一个尔。后我一个低头，有无？1分 ，TH 是特有啥物字？头前，头前对。哦，厉害呢！来哦！来，好起啦！哎，这球伤轻啊！你来，用头讲过。到底刷落来是几步咧？过，钱，1分，P 是宝有啥物词？啥物字？阿爸对啦，阿爸。爸好起啦！好，目前已经到5架啊，行到第5架啊。歹势无满架啦，赶快，P 是宝有啥物字？有啥物词咧？想看卖？啊？到时保重对。来，好起啦！哎呦，信兴厉害哦，有斗3工对哦。这个波来，是呢有啥物字？ 啊，唔紧斗想呢。攞未啊？你讲攞。奶奶是，哦，奶奶安好怎起啦！你再难讲。一波，K 是哥有啥物字？禁忌水，好起啦！咱3分就会当过关啊！搁有秒数。来去3分的就有机会。哥，除了禁忌，还有啥物字嘞？金色是金色对，金对。歹势啦，行到第7届啊，嘛是袂歹啦。咱过来复习一下好不好？B 好啊，B 是无，还有啥物字、啥物词咧？哦，爸母，母，哎呦，袂歹，还有无？阿母，阿母，对赞，还有无？文字对，文字对。文章，哦，N 是呢，头先讲的奶奶，还有啥？头脑，脑，啊，还有过啥？过年。好，对。你头尾敢是？逆卡尾，嘛是啊，逆卡尾嘛是。哦好啦，嘛是袂歹啦，行到第7届，通啊摕1块大片，请摕。哎，一块尔。大片，大声甲念出来哦。文班好大好。好，来家。哦，碎，秀起来。算，算秀起来啦。秀第一关1块大片，刷落来第2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有话做你讲，身为探险队员，开炮来弹海贼，啊拍到远的海贼，就有一摆做怪的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你，永远写袂掉。哇！洪小姐别大气，过去这关哦，咱其实拢真有信心通甲秀起来。是。啊，不过今日我感觉足歹讲的，来，伊是对后尾，阿蒙城来的呢，炮台。嘿啊，炮台，
反正大家拢伫遐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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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大家拢伫遐练习的，我紧等伊要断的时候，我冲去头前真的炸。甲动起来。嘿，伊足够拍，无代表讲足够厉害。哎，耶，真歹讲哦，天讲生生哦。来，安怎摕到大片？恁若是2关就通啊摕1块大片，好，啊若4题拢对，就有2块大片。加油！ OK，来哦，加油哦！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好，哎呦开始啊，开始啊，不要较开始啊！准的哦。好，来哦，嘿，哎呀，对啊，我抗球啦！你无看球，有准的，真正有准的，这个题目真正有练过哦。哎，你差点，无看球。快嘛，我今天，乱，哎呦，差一猪猪啊！走久啊，走久哦，想看卖哦。啊！快头前，热甲寒。最近规工有时热有时寒，啊对。后一位，等一下吼，我冲去。哇！看到 bonus，等一下啊，不过 bonus 迄个，bonus 字，迄个字你好记。我知影都念大家听听哦。哇 K I A M， 卖学袂念。哎呦 ，bonus 叫恁单着，表示你有机会甲这个字造句甲表达出来。倒啊，来 bonus。快头前咸哦。哦，这碗面足少的，这碗面足少的，不过足咸的。啊，对。第三位， bonus 叫你对位啊。来，来，后一位。我想看嘛，这叫做咸哦。厉害啊！搞得你头啊！摕物件来摕吼。啊，瞄一个，瞄一个，了解你重启一下。好，啊，所以冲去者，啊，看卖时间到位啊，瞄一个哦。哦，我掉啊！酸，我摕这个物件食起来足酸的。哎呦，对，来后一位。老公，我你讲，红毛城来，囡仔这就是无共款，已经来到第4题啊。第四题，哎呦，不能准啊，已经半2空啊。哦，对我开枪啊！这只较开枪。你要穿那个上面点好。哦，第二题他干不了。第二题，第二题是迄个这本故事爱1000块。这本故事爱1000块。哇，真正是红毛城的来囡仔无啥共，足够单，这瞄足准的，佮甲我讲，经甲咸。好啊。好，经过这件代志，我发现袂使食伤咸。哦，甲身体有关系，厉害呢伊。拢食较正较正的。会更会硬啊！我经过这个人，我拢无想要插伊，因为伊足咸的。老你足瓜，巧的，不是啊，这人足咸，敢会使用的你遮？就是足当生的啊。嘿，我是讲，我是讲伊老瓜，不是啊，我是讲伊当生，不是嘿，当生当生来讲人咸，知无？好，搁试看卖第2题，生甲提。提好你讲。我摕收重的物件，害我要去，害我爱用生疼药补。有补因得了3题，通啊摕1块大片，啊，毋过加上 bonus。哎，所以两地。恭喜啦，有2块大片。两个大片，来，来摕一个大片大声个念出来。马祖鱼，马祖鱼、啊，个鱼，啊个有。飞鹅、喂哦，是哦哈，水哦，拢会用的，快要大刀鱼，拢会用的哈。我紧张两地尔，好加载。加载加咱载。个收一题啊。好啦，算起有收1题起来啊。来啊，来到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1题就会当对桶啊读1解，硬读1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来啊 ，Just do it！我看卖一个目前是3块大片，嘿，啊，恁的目标是几题三地。两地、 3题， ？2题就剩2题尔，你要做3题？ 7地、 7题，无啊啦，你即摆上机会就是5题。 5地。 5题哦。
尽量啦，加油啦吼！好好好，你敢捌元宵节甲阿公阿嬷去参加过暗会幼米菜？有有哦。哎呦，啥物人有？学校的时阵，伊伫图书馆有办一个，就是幼米菜。叫你猜。哦就简单的。足简单的，伊讲足简单的。好，你猜我想一个较困难的。好，来，既然你讲足简单的，咱就先第一题来请八大虾出题。出门一蕊花，入门一条街，笑问一个，要一个生活用品。哦，牌啊，诶，你讲恁拍的拍啊？册包。你想看卖伊的形啦？伊拄则毋是讲出门的时阵，我来甲提示一下啦。跟天气有关系。哦，甲天气有关系，就安尼啊，袂使搁讲啊。我上济安尼尔。雨伞，雨啊伞，，台语安怎讲？雨伞，雨伞。所以你的答案是雨雨伞，伞，对唔对？嘿啦，来八大虾，请解说一下。就是雨伞，雨伞甲天开的时阵，就敢若一蕊花，你甲收起来，敢若一条街，安尼你知影无？知影？知影？哎呦，头先讲简单，嘛是想足久的啊。好啦，竟然拢对啊！来，看要选倒一空，先算哦。这空你确定？确定，到底是几分的 ？Just do it！好来，到底是几分的 ？Just do it！好来。哦，哦，这两个。够凉的啦，我有足介意的啦。好，是，所以来，要来考你甲你数学有好无？不好，安尼拄好。咱来听看卖，这是啥物款的题目？听清楚哦，洪小琴，请出题。小朋友上细挑，阿明伊透早8点呢，读册读点半钟，啊吼伊休困半点钟了后呢，请问一下，伊头一届休困结束的时间是几点？诶，十点，几点？ 10点， 10点。 10点哦。 10点。啊？敢是？那有这么简单？数学敢若袂歹，台语敢若袂歹哦。好，所以你确定是几点？ 10点，较大声的。 10点， 10点，对唔对？哇，你足够的呢！啊，你哪知影是10点？好，要紧，咱请小琴解说一下。好，答案就是10点，因为伊8点嘛，伊就是读点半钟了后休困半点钟，所以呢，安尼加算起来呢，就是10点，安尼知影无？厉害厉害！来，已经5分哦。你要倒一卡？几分啊？这这样要换一个无？不爱。喂，哦，你拢不爱相信我的眼神就对啊。好，既然拢不爱相信，咱就来试看卖下是到底几分 ？Just do it！加油哦！哦，哇， 3分呢。足够紧的啦！这个小朋友，哎呀，即摆已经8分啦。恁即摆只要选到一个2分起哩，哦，就过关啊呢。大片就恁的啊。来来，到底有这个机会无？平常时拢甲想讲台语较济。阿嬷，阿嬷，我即摆想要考的是台语题，哦，所以要听清楚哦。好，台语题，请出题。一个我要甲收起来。好详细听。这块沙文真香，阿姨的香水香香香，这蕊花闻起来香香，以上得一个无这么香。哦，花，花。哎呦，为什么感觉是花？因为伊讲话听起来就，哦，你讲迄个香香感觉就无遐尼啊香就对了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花，花，对唔对？哦，哎，这个好听呢。对，请解释一下。来，解释就是安尼，这块沙文真香，就代表你真正有闻到这个味真香。这个阿姨的香水香香香哦，夭寿香的代表你有闻到。啊，这蕊花闻起来香香，
伊哦，点点仔气味小可味尔啦气味尔啦。清芳啦。厉害咧阿董，好啦，请选一空。你若选到2分还是3分的，你就直接摕大片登去啊啦。上一分的买啦。紧，几分的啦？确定哦？确定。到底会是几分嘞3分？Just do it！ 2分，哇！过关啦！哇，真正过关嘞！好啦，恭喜恁啦！一届甲我摕起来咧，3题就摕10分，2题大片，请摕。来，黑色大声念出来哦。拢会用的。比黑。比黑。树甲吧。好，来，大 K 你。哇！来，真高。真正，亲像因讲的，5题拢去互因摕到啊。啊，不过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因来个。哈，好尾来，囡仔兄囡仔姊来哦，要摕宝藏啊哦。林武，你感觉你的运气好无？就好诶。好，足好的哦！哇，我足惊的呢。袂当安尼。哦，是哦，袂当安尼哦。啊，不过我收我宝藏啊，我有这个气势啊。哦，袂当安尼，好啦。看房嘅要送人来。对啊。敢摕到，你有想要耍位无？安尼就好。安尼就好。安尼就好哦。手甲换起哩。我讲请背时阵才背哦，啊背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请背。看出来哎没有？呦！有无？颁奖颁奖！来，小朋友来哇，摕到什么礼物咧？暗光楚联邦，暗光的咧。你这边暗光，你看。哇！你看，有电火。哎，你感觉啥款？虽然头先有淡薄紧张，啊，即摆咧，你甲看敢咱抱囡仔就欢喜。好，无阿东讲者，有一点点仔紧张，啊，搁有无？嘛就欢喜。嘛真欢喜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，信心你咧。一开始拢无紧张，后来有一点仔紧张，哦，你讲电脑饼哦，是安怎是安怎是安怎？伤冷。修你！你也无去互干冰棍啊！你是咧冷啥？哦，啊，这嘛是伊的点啦。好啦，教舞你的心情啥款？紧张啊！紧张，啊摕到礼物敢有欢喜？有哦。重点是今仔日体验来，咱咧讲台语算游戏有好算无？好说。好算无？好说。好啦，继续加油，继续讲啦。宝藏拢叫恁摕了了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语。好啦，再会啦，容易啦，容易你摕到这么好的宝藏。